拉姆納拉揚拉姆拉爾巴扎爾問我是從哪裏得到那些由內塔吉簽署的文件的，是在2年、3年或4年前在他出現，或者我能把他帶來之前，我不會說任何話。我不想讓人們感到困惑。我與900萬民眾打交道，其中有98%的人相信內塔吉還活着。此外還有另一個人，他不是孟加拉人，他是誰？他也可能是希特勒。希特勒的死也和內塔吉的死很相似。既然你問了我，我就告訴你我的看法。每個人都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但在當前局勢下確實需要內塔吉的存在。我以前也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我喜歡通過行動來思考。如今國家沒有領導人，國家需要一位領導人。我正在考慮某個人，但他可能不是內塔吉。如果他出現，國家將受益，兩個國家將團結在一起。局勢正變得越來越複雜，新生總是伴隨着痛苦。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正在經歷的痛苦將孕育出一個美好的新生。如果他出現，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如果我談論內塔吉，我就會被關進監獄。現在談論內塔吉已經成為一個令人恐懼的話題，況且還有一場正在進行的法院案件。在當前形勢下，我在考慮一個聰明且睿智的人，如果我能幫助他更容易地出現，國家就會從中受益。但在試圖這麼做的過程中，我惹上了麻煩。我的養子像米爾賈法爾一樣背叛了我。如果我從每人那裏收1盧比，我就能籌集到500萬盧比。我曾建立了一個組織，搭建了一座人橋，目的是為了接他回來。只有當他真正來了，我才能說他是否是內塔吉。